一下俺也得继续来运动。我是江秀菊老师，我也做书片呢是许继文老师，幼书片也位是沈芳如老师。一下俺要做脚脚的运动，脚脚是身体最大的一个关节，活动量最大的关节。好，一天要不给较灵活，莫硬高。硬高以后呢，行路嘛个都唔方便哈。好，踢呢两只脚打开来，差不多同人肩头同样按发，哈按发。好，一下用手表的脚脚的地方，慢慢的转眼前呢，哈，对右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片，同样按来转，同样哈，开始转个下呢，莫急，慢慢的转，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有时间呢，转个100哈，100呢，可以转较大的圈呢，要眼前呢，要较大的位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片，转个下呢，可以将俺的身体的注意力，呢，放到下位哈，看下位那片要看眼高，迄种个右片，迄看眼高，就倒转几多位哈，一定要注意全。同俺的注意力呢，放在转的地方，哈，就可以察觉到俺的也脚脚的肌肉关节要硬高么？好，接下来呢，俺同样做脚脚的关节活动，哈，也种的运动呢，看难一点点的。同样，迄强得到一天要板凳了，板好了哈，起到左脚起上来哦，起上来，好，右脚太脚臂卡起来，好，慢慢的打开来，往下放，迄种的不稳，你点下踢冇相干哈，然后卡起来，打开来，往下放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弯脚哈，起到右脚，好，左脚嘅太脚臂卡起来，水平，好，慢慢打开来，好，往下，回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也运动当好哈，较接要做，也还做个100。好，同样起到右脚起好了，一定要注意，样可以较
保持平衡，体咧迄下眼稍微顺一来啲咧，哈，头要张，身体规则个骨头要张，安尼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的平衡。好，右脚抬起来，大腿水平，慢慢打开来，往下放，收回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变好了，很可以哈。做到呢，时间允许，就可以多做几次。好，抬起来，打开来，往下放，收回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杀下来呢，咁样来做那个伊咧胯要脚贴喺摆档哈，要摆档呢，咁样起到左脚，右脚向右脚来摆哈，好，要往前往后摆，来咁样手插喺野位哈，好，抬起来，往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脚。安尼踢出去噶吼，可以配合安尼呼吸，哈，好，踢出去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哈，起张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右脚搁改摆哈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同样哈，让它自然的摆荡就好，不是用力了哈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要杀下来呢，来做弓步的开胯，好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同样同肩膀差不多按反，好，左脚踏出去一抬步，好，左脚膝头呢稍微弯一点点，好，右脚无前同，右脚的迄同样脚尖同左脚的脚尖同样同一个方向，好，右脚有点点跪的姿势，好，身体要张，莫安尼背鼓鼓的哈，身体张，下眼们同样略收一点点，好，这个姿势我们停留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还可以的朋友呢，你就前面脚莫停同，后边脚往后再拉一点点。不过拉的时候呢，同样那膝头要跪，用跪的姿势，好，一点点弯曲。好，同样再停留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还可以的朋友呢，好，左脚不要动，右脚再往后拉，同样要跪的姿势啊，哈，两只脚尖都是往前面的，好，要后背脚的膝盖
不要碰到地板，好跪，但是要离开地面。好，同样起后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数起来，然后弯脚，好，同样弯脚走，好，左脚上一步，上一大步，好，好，2个后脚呈跪的姿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后背脚往后再拉一点点。还有困难的朋友莫勉强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口业吧，再往后一点点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数起来。好，我们做一下缓和的呼吸，打开来，改一摆。好，做改多。好，大家做动好哦，很强。记得接的运动，身体长要健康，心情长要好。好，按姿势。